鹹鮮，配上粒粒分明嘅米飯，原汁原味，最可以食到食材嘅鮮味，簡直係絕配啊！今集會一次過介紹兩款瀨尿蝦乾嘅煮法，一款係明火蒸嘅，一碗到底，唔會整污糟個煲，好啱一個人嘅份量。如果想煮兩人份或以上嘅話呢，咁都係用電飯煲煮會方便啲。又係一件到底，撳個掣就搞掂，唔使睇火，幾乎係零失敗噶。兩個做法呢都係差唔多，等30分鐘左右就食得。先嚟講下瀨尿蝦，大家知唔知道點解瀨尿蝦叫瀨尿蝦呢？原來係因為喺水裏面捉起瀨尿蝦嘅時候呢，個肚會噴水，睇落就好似去緊小便咁，故此呢就叫做瀨尿蝦啦。但係今集我哋嘅主角呢，唔係瀨尿蝦，而係瀨尿蝦乾。做瀨尿蝦乾呢，首先要浸泡凍水，人手剝製，再經日曬，所以體積呢就會縮細，呈扁身嘅。聽聞15斤嘅瀨尿蝦呢，曬完會淨係得返1斤，同一般蝦乾嘅風味呢又唔一樣，香味唔同，煮熟之後嘅口感呢都比普通嘅蝦乾輕微軟身，會帶有蝦膏香，非常濃郁，鹹中帶鮮咁樣，用嚟炒菜、蒸餸等等都好啱嘅，鮮味十足。不過老實講，個樣有啲醜。材料方面，無論係蒸定係用電飯煲煮呢，都係一樣噶，就係米、瀨尿蝦乾、油同豉油，只係份量唔同。蒸飯呢就用1細杯，大概等於平時0.6粒米左右。電飯煲呢就用1粒米。我有諗過落薑蒜等去辟腥味，但唔知係咪因為我呢款瀨尿蝦乾呢品質都幾靚，真係完全唔會腥，煮完出嚟呢就係鮮味。如果買到品質冇咁好或者好怕腥味嘅話呢，可以落片薑一齊煮嘅，食之前夾走就得。先嚟做蒸飯。準備一個蒸碗，喺蒸碗裏面加1細杯米，洗米之後要瀝乾水，再加同頭先同等體積嘅水，即係1比1，然後將瀨尿蝦乾逐隻洗乾淨。中意嘅話可以用水浸佢，我通常都唔浸，直接用噶啦。咁薄其實好容易煮透，浸水呢仲會增加水量。煮飯嘅話涼水方面會難啲啲，不過就乾淨啲。洗完鋪喺飯面，我好似有啲貪心，落咗好多瀨尿蝦乾，足料啊！加少少油，喺煲裏面放入蒸架，倒入足夠嘅水，放上蒸碗。開大火煮滾，滾起之後轉細火，蒸25至26分鐘。煮嘅時候呢，成個廚房都充斥住鹹鮮味。我用嚟蒸飯嘅呢個陶瓷不鏽鋼煲呢，係屬於有顏值，可惜唔夠實力。好睇真係好睇，只係佢個煲蓋呢係平㗎，好唔適合拎嚟蒸嘢，會好容易滴水喺啲嘢食上面。重新，尤其是係蒸飯呢種，水量好緊要㗎嘛。用嚟煲湯啊炆煮就幾好用嘅，但係目前呢又唔想額外買多個蒸煲喎。一嚟完全仲用得，二嚟我廚房呢都冇咁多位，只可以將蒸架撥埋一邊，再將個煲蓋放歪少少咁樣蒸。蒸嘅時候呢，水就會咁樣流。呢個蒸法呢會走啲氣，冇冚實咁透咁香噶啦。如果你係我，你會唔會再買一個新嘅煲呢？最後根據口味加啲減鹽生抽、蔥花，建議係用減鹽生抽蒸魚豉油呢一種輕微帶少少甜味嘅豉油，同瀨尿蝦乾呢真係好夾好提鮮，就搞掂啦。一人份1碗啱啱好，而且連埋個碗蒸熱，非常保溫，喺冬天食呢都唔會話凍得好快。跟住就係電飯煲版，洗米之後加同平時煮飯同樣嘅水量就得，唔需要為咗瀨尿蝦乾調節嘅，因為喺洗嘅時候瀨尿蝦乾都會帶咁多水分，多除少補其實差唔多，除非你一次性加超大量嘅瀨尿蝦乾，咁就可能要多少少咁多水。將瀨尿蝦乾鋪喺面，加幾滴油，冚上個蓋，撳標準煮飯鍵。出煲之前又係揼啲蔥花，淋上適量嘅減鹽生抽，就完成啦。因為試食譜我已經食咗好幾碗，
但係完全食唔厭，每次都好期待。瀨尿蝦乾越咬越香，越咬越鮮，連飯呢都吸滿咗瀨尿蝦嘅味道。果然越簡單越精彩。聽聞瀨尿蝦乾營養仲好豐富㗎，有氨基酸、鈣、磷、鎂、蛋白質，低脂又淡淡鮮甜，大家不妨買嚟試下。如果你中意今次嘅分享，麻煩幫我撳個 like 支持下，我一定會分享更加多又懶又簡易又好食嘅食譜㗎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。